来看昨下晡花莲的七星潭有游客车互条仔撼到加载是无人着伤。县政府表示讲，可能是最近透东北季风，海边的盐分搁悬所以物件是真高歹，会来赔偿车主，卖来加强设备的维护。菜伫海边的条仔看起来凹甲真严重，就安尼长期倒伫路边。当期迄当时，也阁讲到一名游客车，心惊惊的车主赶紧报警。当时人在做什么？我们当时在车上拿东西，已经熄火了，刚停来，然后准备要去晃一晃而已。已经熄火了，这样。对，已经熄火。代志就发生伫日时下昼2点，一个细路的民众到花莲七星潭耍，车就停伫望海路边啊的停车格，要上车摕物件还袂十秒，边仔条仔突然断裂倒去，对着车的正边后门，好佳在无讲着人。警方到场了解，发现这个后去的条仔是县府宽频网络设备。平常不会注意，对不对？这个会掉下来。经县警局通知的时候，我们去现场了解。那对于车损的部分，我们县府会协助处理。那同时也盘点整个七星潭风景区内的所有的电杆，然后来同步来做一个改善。好佳在这个意外无造成人员受伤，县府初步检判。这个条仔经过当年海边沿海后去，加上这几天东北季风强，所以当地造成倒去跌着车。针对车主车损部分会协助赔偿，也会针对七星潭风景区内的电火条仔、后置条仔全面检查维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